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总统赖清德邀请在野党的主席明仔去总统府听国安简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还未讲伊敢会出席，也那民众党主席袁国昌嘛质疑讲，这哪亲像是找在野党去听报告，互人感觉真感慨。总统府展会是公开迄一天的流程，讲总统会专程参加，而且过程是无公开。由于这内容涉及高度机密，因此这次国安简报将采取全程闭门进行。总统府公布10月邀请在野政党领袖到总统府来进行国安简报的流程，有定9点入场，赖总统进行简短开场了，遂进行会议。总统将全程参与，展现最高度慎重与诚意。以礼相迎，以诚相会。另外，为了促进朝野政党坦率真诚沟通交流，原先议程就已经有规划综合讨论，欢迎在野领袖在综合讨论中进行对话。伊伫口前，民众党强调，总统府秘书长范明安10个有敲电话沟通，总统府规划开始的总统接见即个赖总统致辞，后边国安全部加综合讨论阶段拢是闭门无公开。刚之前总统讲，坦白精神性与交往意见有差。那如果会面又没有机会促成正向的交流，那是不是只剩下政治的算计跟角力？即便我们不确定这次赖总统的邀请到底是带着善意，还是充满政治算计的恶意，我们愿意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总统国安简报议题不设限吗？袁国昌强调会用上开放的态度继续沟通，严格无讲是毋是会参加国安简报。因那国民党讲，甲总统府沟通了后，有得到正面的回复，这嘛是等总统府正式发出邀请。强调党主席朱立伦是正面看待这件代志。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也若讲到废除监察院的议题，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甲徐卡心提出修正监察院组织法，甲一寡做监委的条件汰掉，嘛讲若做监委10年内袂当参加政治活动。不过监察院是认为讲安尼会限制总统的提名权，立言是讲这是一种政治报复。再一次废除监察院，民进党不要骗！顶日监察院连续发生公务车使用的争议，民众党16带队到监察院大门抗议，佮压出监委天秋锦5月放弃到还未到下班的时间，就已经坐公务车到台北转运站。这是副议长李鸿钧捌表态的全面检讨制度，佮移送纪律委员会。今嘛各方积极进度上班。我们现在所有院内的事情都由副院长回应。有关于纪律委员会的部分呢，因为依照他的设置办法跟他的任务，原则上它不是一个定期会。开会没有？他会根据相关的议案跟委员的时间跟。所以他开会没有？目前还没有。民众党团但出废除监察院的修宪提案。有过20个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王宏维也针对监察院组织法提出修正，包括删除捌担任立委1任以上，也是直辖市议员2任以上资格限制，加删除有政治经验等条件，佮增加10年来有家己政党也是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者，被当作监察委员，和监察院认为恐惊会限缩总统提名权。这些年运作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它就是配合政府。那其他条款也都还存在，而且其他条款的范围也很广啊。我不相信总统从这些几千万人里面却找不到那个适合的人选，一定要从政客里面去挑选嘛。过去国民党是奉行五权宪法的，到底现在要不要配合民众党，配合黄国昌？如果是已经要废除监察院了，那现在干嘛又大费周章要来修法？大家看甲雾煞煞。针对民众党的修宪会监察院保证提案，已经有几位拿被立委参与联署。民进党团监事长吴思瑶表示，虽然着赢长期，主张会可感，不过也烦恼知影是政治报复式的修宪，强调现阶段被随因礼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罢免案都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部分的案件嘛进入司法的听诉。有关罢免吴思瑶甲吴派玉连续造假案件，
查回侦查终结。检方则伪造文书、甲告诉法、甲国民党部的主委黄李锦如、甲罢免团体召集人赖以仁等5个人间起诉。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立委吴思玉5派役的假造连书书发现第一阶段连书书，亲像有妄用者签名，甲非法利用雇主16日侦查终结，起诉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李锦如。罢免团体地动山摇调集人赖以仁等5人。就黄吕信被告等5人，检察官依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罪及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提起公诉。刘姓被告等18人均坦诚犯行，予以缓起诉处分。警方今年3月接到告发，4月敲柴约谈高尚阿金健、黄吕锦如、曹文金、姚富文核准，在这3个人也依新北院共款伫台北市。罢免拿回齐卡新霸团3度恶心，经理指控公告扛棒，互齐卡新扛起来。不过齐卡新提出合约澄清，强调家己外才是甲处处公告公司3方签约的扛棒，因为互霸团无乱伤害名誉，北市监管处也伫10日进行抗验。反罢免的张贴广告，并未遮蔽窗户，而且广告物设置人已经在今天上午向监管处提出挂号申请。上符规定，基本上我们会向我们的广告公司进行一个求偿。这过程当中，我们一切都是按照就是正常的流程走，我们也付了这一个租金在上面，的确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质疑。扛棒大阵脱销，王宏伟伫民权东路甲金陵路口的扛棒，互人以这类物件破坏，强调已经报案，无情锁定一男一女的嫌犯。合法合规的广告，竟然也会被霸团、青鸟、侧翼等相关人士恶意破坏，这真的是民主最坏的示范。我们呼吁你，就是请你正式的去报案、去提告，找出到底是谁，有1分就说1分，没有的话千万不要再造谣。为了反对罢免，南北10日伫新竹市进行3港活动，不过新竹市政府伫官网直播，即期违反行政中立，市府事后回释咧，澄清是活动手上操作无细致，第一时间将之直播退读大文。新竹乡巴发言人林志杰表示，已经截图所证，会检举告发市府行政疏失甲刑事违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上新的消息，咱要来关心，伫咧台中后里，昨昏下晡有一个30多岁查甫外籍移工，伊伫咧新港大桥附近咧钓鱼啊，若像去互雷公卡着，当场全无喘气、无心跳。消防人员随赶去现场，甲伊送病院，不过要是救无回来。这里哈，可以比一下吗？这里可以钓。这里有水吗？这个水沟那么低，所以他是在这边被劈的。昨昏台中市有大雨，这个查甫人伫咧晚仔5点左右受到雷击。消防人员到位的时阵，伊已经无生命的现象。虽然无明显电击的外伤，不过送病院了后，确认伊正面的鬢边有刺伤，也有正面的手骨有乌青，那像是雷击所致。提醒民众，若是到雷公雨，尽量莫去空旷所在或者是水边，避免雷击的风险。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吹西南风，水气有变较高，各地云嘛明显有增加。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日时的高温差不多是31度至33度，虽然是比昨昏较低淡薄啊，不过若是无落雨的时阵，还是会较漚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西半部过道的对流有较旺，各地拢有可能会上大雨，尤其是桃园以北甲东北部雨会真粗，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水雨。而且这款真强的对流有可能会透风甲雷公性啊，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查雨伞或者是雨伞，而且都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继续来关心，伫咧新北淡水沙仑的海水浴场，昨昏发生一件渡水的意外。有一个法国的查甫人，若像去海泳假去，风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回来。因为当地较会有倒拖楼，早就有公告讲这是禁止耍水的所在。不过，也是有人希望讲，只要好好管理，也是会当开放。即嘛引起众人的讨论。3个海巡人员做伙出力，将这位法国籍的查甫人留起来救生船，不过伊已经唔知影人，赶紧甲伊送病抢救。这件意外发生伫咧10日，这个法国籍的查甫人甲一位女性朋友去淡水沙仑海水浴场耍水，敢若是有大型降去，人救起来送病也是救袂大。
沙仑海水浴场的海面看起来正平静，其实伫咧海底下有真侪暗流甲落嚟光流，行伫岸边是看袂出。新北市政府伫1802年公告真侪禁止水域，袂使游泳耍水。盐湖若休热，或者是拜六礼拜，也是真侪人落去耍，也有几多遍希望会当重新开放。对民众的亲水权甲安全问题，要安怎决定？新北市议员田武温伫咧意外发生了后讲，袂当只敢是禁止落去水的无管理，造成空窗期。这个初时将会有今年第1遍的水域安全协调会议。除了管理局会提出整体可行性风险评估报告，田武温也希望政府用完善的安全管理代替消极的禁止耍水，才能有效保护民众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近因为天气较烧热，真侪人会走去海边佚佗，不过嘛真正传出毒水的意外。其实国海院伫咧2023年有开发一个 App， 叫做 Go Ocean， 这会当甲海洋大细的程度画做是灯号，互民众来判断讲敢会当落去耍水。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也唔知影有这个 App。海巡人员坐船出海持续搜救，屏东邦寮15有7个学生囡仔去海边耍水的时阵，去海流拖去。4连1个人找到的时阵已经不幸死亡。这阵啊，台湾沿海事故真多，拢是因为看唔到，也是无熟悉当地海况，去水都市，也是去海流拖出去。你真的如果要下去玩水的话，你下去感觉那个浪会拖。会带的话，就赶快上来了。捌水性爱游水的人会当看风影来判断是不是会使落水。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无这种的能力，为了确保水上游乐安全，真侪沿海县市拢有防范措施。台南市政府就伫台南看海影平台设立环流监测站，结合 AI 精准预警，防止毒水。国海院2023年底，嘛有开发 Go Ocean App， 甲各地验管这数据转做简单的灯号，分各种水上运动判断是不是会使落水。不同的运动的这个初级、中级、专家级，还有一种叫做连专家都不敢轻易下水的海况严苛，把它浪高或者是流速相关的影响安全风险的因子定义出来，每1个小时甚至30分钟就更新一次。以高雄西海湾做例，10日下晡沿海风影渐渐增强，才有 App 判断当时海风无好，无适合游泳。不过冲泳、风影帮这的专业级别选手也是会使落水。如果很常去海边玩的话，就蛮适合使用这个 App 的。海况不佳还是什么冲浪的，会发生一些事故，所以我觉得这个算蛮实用的。Go Ocean App 对判断海风的现况真有帮助，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唔知影。对这代志，国海院表示会加强甲沿海学校合作，希望透过 App 查询附近的海况，以后来广播通知，避免学生囡仔去危险的海域耍水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劳动部展会公布上新的资料。叫无薪假的，计共有160间公司，有2895个人。虽然甲顶期来比是增加无偌济，不过若看是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来实施叫无薪假的公司，即期是38间公司，有1189个人，头一届超过1000人，这嘛比顶期增加362个人。来看《联合报》，中东的战事即嘛阁举起来。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伊朗甲以色列都要赶紧达成协议。因为美金是有升起了后有落，代表展会有起，中场收伫咧29.52块，升1.48角，这嘛是3年来新高。过来看《自由时报》，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16发表全球核子力量研究报告，内底讲到中国核弹头的数量，伫1年内为500粒，日头增加到超过600粒。这是全球核武军备扩张上紧的国家。我来关心，为了防止武器扩散甲国安的考虑，经济部更新战略性高科技产品的管制。6月70上新的名单是增加中国、罗西亚、巴基斯坦，也有伊朗等等的国家牵涉武力活动601个单位。这个嘛包括中国的华为，也有中芯国际。
台湾电子业技术领先全球，真侪产品也以外销为主。不过，为着预防武器摊开等国安的考虑，经济部贸易署对2021年开始订正药性高科技废品出口实体管理名单，新查特定废品出口地点甲用途。因6月初早上新的版本，新增加中国、罗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缅甸等等，看的武器摊开等601个实体，更加华为甲中芯国际拢列入去内底。在2019年的时候，华为光是在台湾1年的采购量就达到2000亿台币。那当然这几年我认为呢，应该已经降到了数十亿台币。当然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呢，那个台商担任华为跟中芯国际的供应链，光是上市柜公司就有超过30家以上。2024年，加拿大科技公司就捌拆开华为 AI 处理器，发现技术使用台积电的7纳米晶片。此当时台积电就通知对中国晶片设计公司出货。另外，中芯国际也捌互指控讲想要偷技术，并且欧洲、台湾晶片人才。即马这2间科技公司列做管制黑名单，强化半导体技术的防护。那其实实际上的形式意义大于这个实质的意义，就是说形式上我们要战略表态，关税的这个清单准备要公布之前，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友好国家，甚至说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大陆晶片管制部分呢，我们台湾也等于说这个共襄盛举。经济部国务署表示，经新作业主要参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甲友盟国家的制裁甲管制名单，到达已经有12844个实体甲个人列入这个名单，也呼吁厂商若有出口的需求，应该事先得到输出的许可证，若无海关袂放因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伊朗甲以色列冲突是愈来愈严重。以色列10日轰炸伊朗国营电视台，造成侪人受伤。伊朗嘛已经希望川普会当要求以色列会当停火。因为以色列是讲，伊朗的核武设施已经严重受损等，这几天战斗也会升级。连续爆炸，一个物件自顶头落来声音，影响棚内边工作人员大声喊讲紧走，主播是继续报。声音这大声，表示情形真危险。出手攻击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讲，因的目标是伊朗武装部队用伫军事目的的通讯中心。国营电视台建造要是照着民用设施当作暗号，这边攻击直接破坏伊朗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而且有事先警告，采取精准的攻击。伊朗国营电视台几分钟了，又恢复报出，共几位工作人员受伤。These attacks crossed all red lines. Most alarmingly, Israel deliberately targeted a peaceful nuclear facility operating under full IAEA safeguard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unlawful act. 以色列承认美国有斗相共，强调会继续合作。也讲之前对伊朗核子设施的攻击已经造成伤害。אנחנו משנים את פני המזרח התיכון. הם מבינים את זה, וזה יכול להביא לתוצאות. Israel is doing very well, as you probably noticed, and I gave Iran 60 days, and they said no, and the 61st you saw what happened. 消息人士讲，伊朗已经要求卡达等几位阿拉伯国家做伙甲川普讲，叫伊要求以色列停火，而且因也愿意伫咧谈判展现弹性。第即天，伊朗继续轰炸以色列海法的空袭警报是响未停。以色列是伫德黑兰机场攻击伊朗的 F-14战斗机，而且伊的空袭也造成伊朗3个原本伫咧运作的油浓缩工厂，至少有2个无法度搁运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伊朗甲以色列的冲突当中，以色列甲因用因的防空系统，有甲大部分伊朗拍过来飞弹砸落来，效果袂歹。不过台海因为离较近，专家讲国军虽然嘛有相关的系统，不过反应的时间较短，要甲解放军的飞弹砸落来，嘛会较困难。飞
飞弹像流星雨一直伫夜空飞过，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继续升悬。伊朗部分飞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网，互伊国城市受到损害人员伤亡。不过，其实以色列的多战术防空系统发挥作用，伊朗的飞弹威胁多数拢轰炸落来。以色列的反弹道飞弹能力的话，它主要还是在于说前面的剑2、剑3以及它大卫投石所这一类的铁穹系统，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它的价格，二方面它的主要目标就是拦截这些70公里以内呢可能不具备导引能力的便宜火箭，去让它不会对人口稠密处进行威胁。以色列分战防区的防空系统，包括有名的铁穹系统、单位投射所甲战术反导系统，各有用途。其中战术3平系统负责顶战防区，会当查到正伫大气张挂的远程大导飞弹；单位投射所会当有效查到70至250公里内中战空袭目标。铁穹主力查70公里内的低点飞弹炮弹。美国伊国防空系统台湾同款也有爱国者甲中山顶多战术防区网，也毋过专家提醒，因为台海距离地若发生冲突，有经时间更较少，相对查到的难度也提高。比如说像远火部队这种远程火箭弹的攻击，我们如何针对这样的武器实施所谓的侦测跟拦截？整个台湾的这个防空体系里面，它必须在做更完整的评估。因为以色列伊朗冲突还未停，能够拢关掉空袭。咱国驻以色列代表处15协助14位滞留以色列的咱国民众撤离，已经安全到约旦。另外有9名台湾人伫伊朗境内，相关驻外管处拢有甲因保持联系。专业协助想要离境的咱国民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甲英国5月初宣布达成协议，会减少美国对英国汽车、钢铁甲阿鲁米的进口税，来换扩大美国牛肉一顺来进入英国市场。今仔日签署行政命令，嘛是正式公告。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泰国甲柬埔寨甲界5月28爆发冲突，造成一个柬埔寨士兵死亡。泰国最近加强边境的管控，柬埔寨前总理今仔日放条讲，若是唔解除边境通行的限制，会禁止所有泰国的菜色果子销去柬埔寨。来看日本甲菲律宾，也有美国的海防单位，10日开始伫鹿儿岛湾举行联合军演。虽然这个军演是以海难救助为主，不过实际上是为着加强应对中国，利用海警船伫印太海峡发动普色地带威胁。这嘛是这3个国家2023年联合军演以来头一届去日本海峡来举行。镜头转来咱国内，有关一艺人王大陆闪做兵的这个案件暂会终结。检方认定主嫌是利用伊身体问题，涉嫌伫10年内替这爱做兵的人去做体检，即嘛依法甲王大陆等28个人起诉。伫碰西无啊，乌石翠庵台北车站集合，艺人王大陆伫今年3月，互检警查出闪病药失败，伫乌台北市社会局社工科做替代药，共案牵连的阁有1位。你花了多少钱赏金？包含歌手陈零九、无患棒棒糖的艺人威廉、李川、戴金、Special 集团员体地等等有24位艺人名人的闪兵役集团引起社会关注。10日检方宣布侦查终结，起诉28人。陈姓被告等27人均涉犯妨害兵役之罪条例之一零男子以不法方式变更体位避免征兵及刑法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另任王姓被告涉犯刑法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专案做手的姓陈的主嫌，也有3位集团的成员，伫2016年到2025年1月期间，联络24位闪兵役的男性，并且利用家己的病来犯案。姓陈的主嫌会伫药兰初检了后，要求前往指定的门诊，并且经过禁气、冒名顶替等等的方式来得到重度高血压的诊断证明书，过来请药兰申请变更体位复检，并且伫复检的时申请自肺挂24点钟血压监测记录器，再个由做手的人代替量。都是3赌5对啦，那基本上都是说要现场要核对确认是同一个人。我们接下来要如何确保一个人回去都是带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申请复检的部分，它是跟其他一般的民众安排在那个诊间去做检查，特别有发文告诉医院说一定要加强人貌的核对。检方目前认定27位被告拢涉嫌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也有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另外，王大陆更加因为长期伫境外，煞甲身份证甲健保卡交予主嫌冒名来看医生，
返来台湾了后，以拍物件做理由，向户政事务所、经保署申请补发，也互依照属公务员订载不实文书提起公诉。也拿姓陈的做手的主嫌利用制度的空帮甲药篮来造假，瞄出763万接济报酬，检方也建请法院来判重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北市大都会客运展会一台电动公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司机发现公车的电池若像故障，就随插伫路边，了后车开始呛烟，伊赶紧甲乘客疏开，后来车就爆炸导火。画面内底看到这架公车是规个烧起来，消防人员到位了后，真紧甲火拍花，加在是无造成伤亡。台北市公运处表示，经过调查，这批电动车有20台，已经要求今仔日全面停驶。因业者嘛宣布讲，这条路线今仔日会使其他的公车来支援，民众坐车未受到影响。因进前台北发生有公车的司机烧拍事件，有一架指南客运的司机甲公车停伫路中央，了后就落车冲去拍后壁嫌客运的司机。此当时车顶还佫有乘客。红牌这个司机嘛有受伤，要提告。即嘛知影可能是饲喇叭引起的纠纷，警方嘛当咧侦办。公开公车门去甲冲上车，穿写做查甫人一直嘛搁出手攻击拍司机的头甲面，动手拍人的本身嘛是公车司机。是不满按喇叭，是不是？是觉得按喇叭就针对他，还是说有什么载客的问题？记者问伊拢袂讲，涉案的50岁司机是伫指南客运任职，停等红灯的时阵走落车拍被害司机，专案的导火线都是这件代志。好拍的险客运驾驶开伫拍人司机后壁，真热解饲喇叭是甲骑机车人提醒，煞叫误会是伫甲扒。嫌犯辩解讲，甲对方有竞争的关系，路线真侪公路，认为对方有意抢人客，唔知饲喇叭。第一时间上去的时候，我们驾驶有请乘客帮忙报警，但是乘客因为在后头听不清楚，那后来我们驾驶就把门打开，让乘客协助说能够下去帮忙报警。然后6、7个乘客啦都没报警。冲突是伫台北市景美夜市边发生的，则是暗时9点外，司机向拍人，车顶真侪乘客行甲紧落车，无辜红牌驾驶头嘛真侪所在受伤，出现头痕，即马已经提告伤害。本案适涉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及道交条例第55条。违规临时停车，出手性平驾驶，毋若涉嫌伤害罪，佮甲车停伫路中央，佮收一张红单。所有的客运业者马上要求伊暂停开车。目前驾驶已经是暂停开车，一直有在跟对方联系，然后也有过去质疑。一时失去理智，对于同行军头某小款台，为内部定处行政处罚，佮有刑事责任，即马拢爱一项一项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伫网络顶买物件，毋过点头煞是传讯息甲威胁讲，若无照时间去领货，就会去用判刑。法务局表示，网络顶的交易拢有7天会当考虑的时间，民众会当无条件来退货。若物件做文了后，煞是超工无爱去领，则是违法。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伊伫网络顶悬订物件，毋过货还未到，就互店家警告讲，若无领货，会照刑法355条来处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含罚金。再互民众质疑讲，敢真正有安尼法律？安尼敢毋是咧威胁消费者？卖家说的好像不是法律里面的内容，威胁一点点吧，就是想说。可能你不去拿，我就告你。其实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不喜欢的，然后就不去领。那像我们可能身为卖家，可能也不会说像是网络上那种威胁的，是。其实我们还是主要以自己吸收为主。台北市法务局表示，伫咧刑法355条，确实有间接毁损罪的规定。不过法律所强调的是意图损害的事实。若是消费者是恶意落单，也是讲调工故意唔去领货，调工来乱的，有这项事实才算是违法。若是消费者只是收过无用，袂记去领货，店家就袂使乱怪罪，运费的损失该当家己担落来。卖家这样子的，如果不取货，就要依照355条来处罚的这个条款，这个条款是无效的，因为依照我们消保法19条的规定，通讯交易在7日内都是可以无条件退货。那如果说消费者本身不是属于恶意弃单，就不会构成这个刑法355条间接毁损罪。自己吸收啦，因为毕竟你订单量这么大，那一定这种是不可避免的。店家讲，目前大概有1、2成的消费者订货定咧，煞无去退。
题。虽然照消保法的规定，消费者伫咧7天之内会当无条件退货，不过店家也是希望民众若是订货就要去提，双方互相尊重。若无店家就要家己去吸收2纸运费。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卫福部公布去年台湾民众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是连续43年排上济。去年有5万多人因为癌症过身。另外，行底路的这项是咱14年了后，佫出现伫咧10大死亡原因内底，而且青壮族群想袂开行底路的有增加的趋势。去年个人死亡人数有201383人，比上一年减少4000多人。10大死因得到癌症是连续43年拢是第一名。过来照排行是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视觉伤害、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腰子炎拢上榜。也若超工自我伤害是排第10，和前一年相比，新冠肺炎是排第6。今年是大下降到第14名，也就是2024年个人死亡人数下降的关键。减少的幅度是将近70%，那也就是让这个序位整个就掉到14名。预估大概今年应该是不会到1000例，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在今年可能预估应该会掉到20名之外。特别注意的是，超工自我伤害让14年重新回来个人10大死因的排行，去年计共有4062人。卫福部由年会前进一步分析发现，除了0岁到14岁，也有65岁以上的族群。其他年岁层拢有增加的趋势。心理健康署表示，去年8月开始有推出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因应青年、壮世代行底路的比率上升，也那针对青少年族群是委外研究。我们有做过一些分析哦。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青少年的部分是跟他网络的一个使用，还有这个父母亲的一个离婚的问题，跟这个睡眠障碍等等。好，那这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能导致这个自杀风险上升的一个原因。也那其他年岁层有缘需要进一步分析详细资料来厘清。卫福部强调，原因通常不是单一因素，可能来自生理、心理、社会等等各方面。未来会继续跨部会合作。卫福部也有设24点钟的安心专线，1925，让民众会当就心理压力还是情绪的困扰随时咨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在台中有一间宠物店，有21个员工指控头家虐待动物，而且要求无证照的员工甲狗仔注射。这间店才开2个月多尔，已经有10多只狗仔死亡，而且伊嘛指控这个头家甲员工性骚扰，因离职了后是赶紧报案。狗仔破病啊，替伊注射，毋是专业的兽医师，是无证照的宠物店员工的朋友。另外，员工也讲，若阵狗仔不幸过往，就直接拼伫外口，当作是粪扫现蛋上。要布垫把它包起来，然后狗狗的脚里面放几张，就是几叠金子，这样放在里面，然后绑起来，绑得很密封，然后就把它丢进去，之后后面再拿一些垃圾把它盖住。台中西区这间宠物店有3位离职员工出面指控，讲这店家业者可能对狗仔有不当对待，若久在无注意下边的狗仔互相接触，造成病毒感染，也真侪届要求员工爱替狗仔注射，甚至有拍狗仔情形，害狗仔唔有寄生虫或者是传染病。开店2个月过，有14只狗仔死亡，连健康检查报告也是业者家己填填的。我们是全部都没有兽医证，包括老板自己应该也是没有，但是他还是选择这样做，然后导致有很多狗狗死掉，然后店里面也有非常多的病毒，就是举着狗狗的脖子，然后举起来，然后往墙上撞。如查有未取得兽医师资格者，帮犬只施打针情事，将依兽医师法第30条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台中市动防处表示，无执照是袂当做侵入性医疗行为，会介入去了解敢有违法的证书。除了虐待狗仔的部分，3位员工佫指控讲受业者言语，还佫身躯上的性骚扰。我店里面有一只很大只的罗威纳玩得蛮好的，就会说，你是这样。然后这句话其实他讲蛮多遍。然后在车上的时候，他说要叫我开车，然后我的手握在方向盘上面，他就握着我的手，就一直握着大概20几分钟。实际确定回复业者无进一步回应，也那3名查甫前员工，甚至还佫未成年的，拢惊到赶紧离开这个工课场所，也拢向警方报案，要用司法来讨一个公道。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小港有一个收水池，因为伤旧啊，已经趴远15年啊。市府旧年先把这收水池吞平，
安装了后，要甲起做是停车场。不过，这个做法地方是真无认同。当地里长讲，因欠缺的是里面的活动中心，唔是停车场。伫高雄空中大学边啊，活体门扎起来，这块地原地是小港公立游泳池，市府去年底已经先将游泳池屯平，按算要做停车场，因为这已经趴远15栋。地方反映游泳池不时落雨积水，要搬的人悬，唔闹治安的问题，搁搞成网通，市府唔忙解决地方的停车需求。有伫遐做这个相关的公民参与啊，所有的民众大家拢对着停车的需求。有表达，所以空中大学嘛有这个停车需求，所以咱今仔目前的发展就是要甲改造一个停车场，目前一定伫后壁一定整理好啊。虽望游泳池屯平暂时解决环境卫生问题，不过地方质疑停车场做遮悬根本无效用，尤其做屯高甲搭已经半年啊，拢也无动静，效率上歹。即马里长阁风声讲边啊，这栋建物被拆掉，共款做停车场。当地里长是愈讲愈气，伊讲阮欠的是活动的空间，唔是停车。做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那也可以做成一个运动中心，小型的运动中心。我们这边很欠缺的就是羽球场、跟篮球场、跟桌球。其他的地方都有了，只有我们这附近都没有。咱这有欠停车吗？无，这停车场足侪所在拢无咧停的，嘿啦。所以唔免就对啊。唔免，这做阮的活动中心，阮大家吼足希望讲，互阮会当利用。文化局表示，建物经过评估已经未堪你使用，必须爱拆除。初步规划是做停车场使用，不过因为地方唔忙，会当有其他用途，这部分佫需要等待看局处的研议评估。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永昌报道。我来看嘉义的东门派出所，这是1923年起的，在2010年订入做历史建筑，即马经过修复，正式转型做嘉义文学馆。甲小介家己食食文化的文学作品当作是料理。家己市文学馆启用的第一场展览，以文学当市场做主题，要用诗的文学作品来小介在地的生活。日本时代开始，家己都足侪人伫创作诗，也是念诗，所以我感觉诗这文化伫家己是足兴盛，所以即个特别甲诗这主题提出来，佮甲家己文学馆，因为文学馆就伫东市的边啊，所以甲文学馆甲诗两个概念合作伙。这间原本是历史建筑的东门派出所，是家己市为日本时代较大佮保留的警察机关。家己市政府表示，配合文化基地计划，文学馆毋但要保存在地文学，嘛希望透过文学馆的成立来推动文学的活土甲创作。其实恁家己是非常的有文学的底蕴的一个城市，所以我感觉讲嘛是。一个今年呢，建成321档的这个重要的时阵呢，咱嘛是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甲这个东门文学馆来成立。这帮助呢，可能透过啥物？透过展览，也是透过其他的公开的迄个报道，互咱的文学更加的进步。这场展览当中，除了小介家己在地文学发展的过程甲历史，佮邀请真侪作家或者是诗人，用边仔当市场做主题来创作。希望透过趣味的方式，唔但推广文学，嘛，互在地日常生活的记忆，加做是未来文学发展的底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真少道的雕刻家黄土水，伊的作品《甘露水》是真出名。另外嘛有一件合作少女的雕像，保存伫咧太平国小已经100多年啊。即马太平国小设立博物馆，甲伊保存落来。太平博物馆很难得的结合了水稻田的生态。让绿油油的稻穗伴随少女胸像，我相信少女九子一定也会喜欢这间博物馆。台北市太平国小的学生认真小介后来的博物馆，因为未来因的顶冠之宝少女都是台湾雕刻家黄土水的雕像作品。伊伫咧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了后，1929年甲少女雕像捐互母校大稻埕公学校，也就是今卖太平国小。这个雕像伫咧遮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为着要就地保存，社会各界推动成立太平国小博物馆。在1920年代，台湾其实在艺术文化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受到鼓励的那个年代。他一个人非常幸福的可以在国外留学，学到更多的好的美学的艺术的素养。他就希望透过他的艺术作品，能够回到小学。
太平国小博物馆嘛是台北市第一间校园艺术生态博物馆，以听得到读册声、闻得到稻仔香、通亲近黄土水作品为使命，和百年历史的校园通延续黄土水推动艺术教育的精神。太平国小博物馆伫咧6月10日举办开馆典礼剪彩，文化部长表示真欢喜看到文化和艺术的景致会当伫咧校园内底定根。来这边文化部大概1年了，我有2个愿望，一个就是文化扎根，文化要向下扎根；一个是建立台湾各地的文化基地。来到这里，看到太平国小的博物馆，好像这2个都满足了。雕刻家黄土水1895年伫咧台北网甲出世，直到35岁。今年7月初3，嘛是伊130岁的诞辰。太平国小博物馆拍算伫即天正式对外开放，希望透过新的展览空间，让愈侪人看到黄土水的作品，认捌这位优秀的台湾艺术家。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高雄的榜领国小今年校热就会挂牌，加做国内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学校的老师已经启用全台语上课1学期啊。不过有学者讲，台语的师资建议要是爱在家的，互推动会当永续发展。来到高雄路德嘅北岭国小，这其实我近台南的认得，要到高雄的公山，目前已经试验1学期，拢用台语来做教学，就连数学拢是用台语来做教学。来是安尼写，互你熟悉一下。北岭国小对2024年就开始培训全校12个教师，大量用台语上课，包括部定课程、数学、生活、社会，也搁有音乐、健康、体育。另外，低年级也搁有台语陪伴、台语采访，中年级有台语认证，要起做浸知识的台语环境。只是用台语教学课，一点仔都无轻课。几分一？啊，小塔嘛讲到对无？小塔，你讲数学的专有名词嘛，吼，啊，搁有就是，其实有一寡生活的用词，我嘛无啥认同。啊，阮咧讲背的时阵吼，嘛是透过伊台湾教讲，我这要安怎讲吼，较主人较日常化，因为迄课本写的字，咱若要直翻嘛是怪怪。目前学校内底台语师资有2个代理甲2个代课，未来正做台语实验小学，台语师资拢毋是正专任。台湾学者认为，对永续发展的观点来看，这并无妥当。你袂使拢干那叫迄种算钟点费的，迄要来做这志愿，这是袂通的嘛。你专任的台语老师爱甲拨落。因为咱希望讲，咱是为师资为教材的内容，拢真正爱去符合。咱设立实验学校的这个初衷啦，真正是真正式的教学。目前，北岭国小当伫咧针对5月份教育局甲审查委员提出的课程内容建议来做最后的修改。即阵全校58个学生，114学年度新生人数已经招到15个。高雄市教育局表示，确定今年校热就会替北岭国小挂牌，正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施行的状况受各界器重。记者阿敏金为做高雄报道。咱台语目前伫咧中央，也无专职单位来规划整体台语的政策。新北市有议员要求，都要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因那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未来会好好来检讨台语的政策。一年2次，不要限制半年了，好吧？好，好不好？好。迄时间你莫甲讲吼，互伊的时间较量上好弹性啦。啊，未来。会当规模化以后，我希望会当成立咱这台语发展委员会。一步行啦。为着要促进地方政府实践台语发展甲推广，新北市议员黄淑君6月10日伫咧新北市议会有要求新北市长侯友宜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落尾市府是答应先定期召开座谈会来讨论，若要设立委员会是正常要安怎执行。客家有客家局，那咱台语并无台语局哦，所以咱用委员会的形式来讨论看卖啊。未来是讲一当会当2届做大型的一个座谈会来讨论啊，当这个模式甲成熟的时阵，咱会当搁进一步来成立这个委员会。其实3月就有台语团体参新北市教育局斗阵来开座谈会，针对新北市的台湾台语教育提出政策建议，嘛是对座谈会来延伸讨论，希望设立地方的台语专职单位。
除了推广台语应用，嘛希望通做相关研究，甲保护台语文化资产等等。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是表示，目前台北、新北一共嘉南市政府针对要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拢有优先的回应。阮这个联盟有接触的是台北市、新北市，还佫有嘉南市吼。这三个这地方政府的议员呢吼，拢有互阮一寡真好的回应。嘉南市的有一位议员，伊嘛伫个因的议会有甲因的市长吼提出这件代志。市长伊伫个这个议会时阵，伊迄个时阵是讲，好啊，会使来写。根据台语政策推动联盟的统计，实际上各县市目前敢若桃园市府有设一个闽南文化科，兼咧做和台语相关的工作。民团认为，若是要发展台语，敢若要往中央实在上班，因呼吁各县市政府着实践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来发展和推广台语，互台语的经济先对地方开始摊开。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新北报道。为着要推动台语，台南市头一届举办议长杯台语文化竞赛，分做字音字形，也有底文写作的项目，希望会当提倡使用正确的台语字。时间一到，大家拼命写题目，唔爱赶时间，嘛爱兼顾正确率。这场语文竞赛是透过甲读较调白的台文甲罗马字来检验家己的学习成果。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承办议长杯台语文竞赛，完全比较正式规格，分做字音字形甲底文写作两项，拢总有100外个参赛者，其中有82回时段拼写学写台文字。都有在讲台语啦，吼。对啦，但是袂晓写，袂晓写，出来学好会晓写，较袂做青面牛。机会这个议员会当联合来支持办一个台语文化的活动议长杯的经费来支持恁这个文化的推广。主办单位讲，比赛是一个累积经验的过程，更加重要是带动母语的学习风气。虽然高中、国中小这阵拢有台语课，不过前台南市教育局长认为，若真正要复正互相相敬，才是母语的正道。大人学台语是传承的关键。伊强调，台语教育那是后方的代志，家庭社区矛分。袂晓讲母语的囡仔，去学校，去学校呢，学校嘛无在度教，就要去外口去培养。或者母语的师资，安尼毋是办法。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即阵的爸母袂晓母语，无咧用，所以伊的囡仔无机会通去 practice， 通去 acquisition。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嘛当我互大家量的增加以外，佫有一个提升。所以毋茫讲达到民间，讲高手在民间，就伫台语文化班。台语文化班学会理事长黄良成讲。目前文化班已经伫台南8个区传出去，台语唔单单是语言，更加是文化根。因希望大家拢有承担母语传承的责任，用行动来听谈咱的爸母话。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30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